下一個技巧係一個簡單嘅習慣，我想你哋都養成。呢個係一個好強大嘅自覺習慣，會重新編程你嘅內心對話，為嚟緊嘅一年揀4至5個目標，然後好精確咁校正佢哋，夠實用，令你自己個腦相信呢個對你嚟講真係有可能。所以對於每個目標寫一封衷心嘅感謝信，完全係過去式，好似已經發生咗咁。將呢封信放喺你嘅枕頭下面，或者床頭櫃上面，或者同你嘅 Upmalinga 一齊保存。喺你起身嗰一刻，喺你部電話之前，喺你今日第一個諗法之前睇下佢，然後再睇多一次，係你瞓覺前最後一件事。呢2個門檻時刻，醒同瞓覺係當你嘅邏輯懷疑嘅頭腦溶解咗一半，而你更深層次嘅認知之門就大開咗嘅時候。唔好浪費任何時間嘅時間，繼續唔會錯過任何一日，持續30日。